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下礼拜啊，有一个动态嘅节日，就是呀5月节又到了。古时候大家5月节可能會爬龍船啊，還個做紅包啊。不過一定重要嘅事情就是愛失蹤嘅耶，做得失蹤嘅了。古時候今日阿群妹到節目當中吼，愛同大家來紹介青菜梯。青老師口味嘅客家粽，韓國係啲台北做嘅喲，係唔係當地片啦？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呀范蘭妹、范媽媽分享。我係范蘭妹啦，吼，我就包啲粽吼，還有板粽啊，有米粽啦，吼，你從一客家嘅口味啦，吼，到個菜脯。真好食哦！你到時候都試試看咯，知道大家會當分樣。好，冇問題哦，聽出愛食咯。好，當地影響嘅范媽媽，接下來係夾嘅來嘢分享林和儀分享。大家好，那林和宇，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好，分享兩首來到節目地圖，來同大家紹介贏到自家做嘅粽啊，自家嘅粽啊。咁過後講到呀粽啊。太起家都會有呀，這個南北之爭有冇？有。粽嘅呀，南埔到北埔兩種口味冇共樣，對不對？故所以下就會來搶這個和儀，係唔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這個南部的粽跟北部的粽，一般來講有乜嘅冇共樣？南部粽它是屬於偏軟的，吃起來會有點像麻糬，它是用生的米下去。熬做，然後包也都是包生的餡料，然後通常是會加花生，對，然後再用水去滾煮它，然後滾煮大概3-4個小時。嗰時候食起來一皮粽葉打開來啊，個粽誒看起來那個米都有一點點黏在一起的感覺，對不對？黏在一起的時候，那個是正統的哦。正統的南部粽你是不會黏在一起的，它有放東西哦。哎，對啊，對啊，以前呢，我的阿婆做的時候，她就是說，弄起來我們吃，它會粘在葉子哦，粘在葉子那是正統哦。它是現在不會粘在粽子裡面了，它有放東西啦，有東西它不會粘啦。我說的係南埔嘅粽啊，南埔粽呢就係用水煮，水煮誒，用水煮誒，啊唔過北埔嘅粽啊是冇共用，冇共用，啊用脆燒樣落去拌米愛先脆熟的飯去拌，對，然後裡面再包餡料，滷肉或者菜脯。那餡料也是有炒過的，都要炒過，全部都是熟的，然後包好之後，但它還要再蒸大概1個小時。對，南埔嘅粽啊，可能愛煮3-4點鐘，啊唔過北埔嘅粽啊，可能整1點鐘。可是它先前的準備功夫可能還比那個南部粽還要比較久。哇，嗰時候南埔北埔嘅粽啊冇共用哦。跟我想要來問一下范媽媽，你好喜歡哪種？我喜歡乜解這些咯，全部都喜歡。誒，全部都喜歡啦，係啊。真嘅。係啊。哦，不過北埔嘅粽啊，又係有客家嘅粽嘅哦。哎呀，客家嘅粽嘅特色係乜嘅？客家人嘅粽我講啊，第二天有菜脯啦。哦，菜脯它的香味很好。哦，哎呀，好吃。像那個還有油蔥酥，還有那個風蔥頭油蔥酥啊，對啊，風蔥頭，啊個豬肉、烤肉啊，蝦仁、蝦米。全部都愛掉，香菇。不過呀，客家嘅粽啊，有一項特別有特色嘅東西，講到板粽。板粽嘿，板粽前有客家嘅特色，特色係錯。佢嘅你學路人嘅板粽，我講佢皮又甜甜啦。你客人嘅板粽皮唔會甜，鹹鹹，安有那個又個到菜脯嘅。配在一起哦，又凍香凍好吃，它有那個味道，對，不一樣，對。它皮呢，板粽嘅皮沒共用，冇共用，有特別的比例，對不對？對，沒必要。我標嘛個米，
它那个糯米啊，糯米大概有蓬莱米，圆糯米跟蓬莱米。哎对。古时候也比例可能太家人做都没有共用哦，有的人是3-7比，有人是6-4比，有人他不要比啊，他只有比他只有那个弄那圆糯米而已。哦。哎呀，他圆糯米很会跑出来。怎么改？用两种米。它两种米它有比较，它蒸的时候它不会跑出来。对，比较不会粘在叶子，不会粘在叶子。它有蓬莱米的话，它整个那个定型会比较稳定一点。它的 Q 度也比较好。对。哇，范妈妈应用不按用做呢？马上同意讲诶。刚爱破按罗咧，把90岁到的你要去穿下来呀。哦，所以不一样就对了。不一样，对。像做这样子板粽，刚刚何宇有讲说呀，前面呐会准备懂事情，前置作业可能要很久。比如说像做这个板粽，它的前置作业要做什么事情？它米要先泡水，然后这泡水的那个时间还要依照季节去计算，不一样吗？对，然后比如说夏天可能只要2-3个小时，米就可以拿去磨，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可能要到4-5个小时左右。哦，嘿，你也填那时间给它比较容易泡软。对。啊，冬天可能就要泡比较久。对。但是听说爱筋，一定要筋，没有它不能够它磨的时候磨得会跳啊。对，那磨的时候它比较容易绵绵的，不会有一粒一粒。像按用阿婆捏的，妈妈捏的，还自家挨米。我都自己挨米。自己挨。哦，那不一般都没挨。都是用那个粉去浇的啦。对，用粉。他现在用粉的哈，它的东西哈比较硬哦，它不用掺那个蓬莱米。哦，但是吃起来口感有没共样嘿，很好吃。你是汤圆头差很多呢，差很多。对呀，汤圆是用米去 A 的哦。堆呀，好好吃哦，好可爱哦！范妈妈都等一下，呀，他研究的是看，然后范妈妈做给呀板中有堆嘛。对。我刚谈讲吼，呀板中吼，你要不卡给板中，唔会粘皮。不会啦。唔会粘连。唔会啦。你这样拉开来，赖哪一条？短的也是葱的。你来看呢，只要当好来啦。好。佢当好，干净出来啊。好，两条是葱的。打开来。打开来。用板布。按一条豆呢，你要有只头。有一只头。头打开来。打开来。按剥下去，其实可以的呀。哦。这个一定不会，一般的会粘，我们不会是大拇指不会像那个板，对。稍微扣一下，它整个就起来了啦。真紧呢！哎呀，真的啊，完全不会粘，都不会粘呐。然后吃板粽一定要冷的时候吃，冷的吃，你热的吃就堆，好好吃。热的吃的话，它一定会粘皮。我试看。哦，好 Q 啊，堆啊，好好吃哦。真有堆的感觉呢。对啊，不会跟接呐。这真的米西 A 的，它的堆，连我的汤圆人家都很爱买。很多人提出给老配讲菜谱。对，这个是哦，这个都自己姐姐哦，她在乡下在晒哦，我拿上来做的。没有防腐剂的啦。不过你菜谱啊，炒来好食也是唔好食。冇共用哦，冇共用哦。你会讲哦，干啊，安尼酱油炒哦，全部下落去，那没有香味哦。为什么这样就没香味？它还有水分呐。水分太重，它水分太重，它不会香。菜谱一定要炒到它不会粘锅铲，不会粘锅，非常的干，然后有一点点焦焦的，很松啊，然后整个味道散出来的时候，才能够再加其他的馅料下去。板炒，古时候从安用嘅板粽，地都有加嘛嘅料，
哦，佮咪是竹肉啊、高肉、香菇、虾仁、虾米、香葱头。哦呀，青葱油嘅。系啊，青葱油，你睇葱油诶。哦，古是都袂香诶。从家下讲嘅呀，菜脯因为要炒燥，嘿，要炒燥，呀，梅水全部就会落去。嘿。难怪是都很好食很好食哦，就可袂对滚啦。好好吃哦，因为跳板应该可能它是唔敢拌种。哦，只有感觉是都没有那个不好吃的味的。馅料是馅料，板是板。哦，刚刚冇按用没有那个联合起来的好吃啊。对，我讲颜色饭妈妈嘅拌粽真嘅有那种用甲 Q 还有短 Q 的感觉，系啊，真的很好吃啊。真动好食。古上你看吼，呀客家嘅拌粽做到按样吼，迄因为呀料嘅全部就有炒过呀，拌嘅嘅米呀全部没有透过，含个比例有特别鲜过嘅哦。按用在有暗好食嘅米，不过其实也传统嘅米色啊，还有当多内容爱同大家来分享。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下個禮拜就係俩5月節，5月節就會來失蹤嘅了。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吼，我同大家來分享青菜地嘅客家粽嘅美食，家下已經有同大家來小嘅也拌粽。唔過吼，當然認為講，其實粽嘅啊，一下會買一大袋全部卡，可能係變到冷藏，有啲可能變到也冷凍庫。唔過曬下來，我拿來加少啊，唔過一整啊去哇，用卡曬。佢嘅板呢全部流出來耶！當然有遇到一樣嘅問題，咁嘛，古實今日節目當中嘅廣式農民啦，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呀種嘅按樣板來整，樣板來加少真好食，係唔係搶呀？可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板粽在蒸的時候啊，只能用1/2杯的那個米，2米杯的水，對，下去蒸。然後蒸不能超過10分鐘，然後再給它燜個10分鐘就可以了。哦，對，因為板粽要先退冰，對不對？對，要先退冰。因為板粽在加熱的時候，它會膨脹1倍，所以千萬不能夠持續蒸，一定要讓它就用燜的方式讓它軟了之後就可以了。哦，對，然後很多人都不會，然後常常買去之後蒸完就打電話或者是網絡上就開始說為什麼板粽都整個流出來整個盤。所以我現在就只要有人買板粽，我就會打一個小貼心的小叮嚀去給他們看，所以他們就都會。原來按呢，唔過迄個愛蒸100，唔拉怎麼辦？如果第一次蒸摸起來還有一點硬，再蒸一次。再蒸一次就好。嗰蒸蓋下做對，只要蒸，但是它也不用蒸超過10分鐘，就蒸大概2分鐘3分鐘，然後它熱，那鍋子熱的時候跳起來讓它燜就好。用翕咧，本期翕到軟就好誒，是好的。啊呀，係板粽嘅整法吧？啊，唔過係一般嘅糯米粽咯。糯米粽就直接，你只要冷凍的話，要蒸就要蒸半小時。要退冰嗎？冷凍蒸的話，如果麻煩的話，就直接蒸。也可以直接蒸。啊，如果退冰的話，就蒸20分鐘，再燜個10分鐘就好。哦，哇！古早大家有好會嘛？迄個你買到要板粽啊，迄冇好好整，就變一盤半呢，對不對？什麼拌都是一樣啦，超啊貴啦，什麼貴你就不能夠蒸過我啦。對，然後再吃任何板類食品，最好都是要冷着吃。對，你只要熱着吃，它都會粘牙。對，像這樣吃就不會啦，真的，就是呆呆呀。應該給它寫雖然給朗朗，不過吃起來就是完全就是不會粘牙，然後也不會覺得硬。哎，對，就是 QQ 呆呆呀，QQ 嘅感覺，唔會硬呢。唔會。做乜嘅冰冷還是唔會硬？這個它就是糯米和那個紅奶米混合啊。
比例就是因为有比例调整，对不对？这样不应该。你是这纯红白米就硬邦邦的哦，你一定要糯米是那混合在一起才做。家下讲嘅係板粽，你下來講糯米粽。糯米粽。對，糯米粽佢嘅特色係乜嘅？特別變嘅東西。特別都變嘅東西是個夾心肉啊。夾心肉。係啊，夾心。韓國嘢咧係，菜脯。有這個空肉都底杯呢。空肉好好吃的，空肉啊，吃一下揪一下哦，超好的。范媽媽姐姐挺牛，我覺得范媽媽要不要來當客家電視台節目主持人？你在吃東西都會有特別的形容的聲音。哎呀，他吃到肥就揪一下哦，吃得好高興啊！哎呀，揪一下嘅反應也還，揪一下嘅感覺就係，所以了要個肉啊。譬如肉的時候才很滑順，揪一下就容易揪到肚子。對，揪一下的感覺。對。有沒有領略到？范媽媽形容都懂吼。不能要空肉，沒有起來，我先滷過。我自己早上就先燙過，先燙過，然後慢慢滷1個小時。哇，滷1點鐘哦。係啊。哇，它還會煮一下，你要硬不？落綿綿，青綠色的，有香味。除咗有餅呀，三層肉、空肉以外，還有餅嘛？菜脯，香菇，蝦仁，蝦米，蝦米露哦，油蔥，是不是還有魷魚？魷魚是另外一種口味，另外一種嘅油特別還有做一種油嘅口味，口味到軟啦。對，那個也是客人介紹，他說他奶奶有做，然後他很回味以前，後來就跟我們客製。然後我們做了之後才發現說，其實這個也是蠻不錯，人家都會一直回購，所以我們就又另外推出了魷魚口味的肉粽。對，睇白客家嘅粽啊，仲提到菜脯，又不用油冇青燒哦，青燒。下苦了就不用了。現在的人，你看人哈賺錢比較容易，他要吃好一點的，高檔一點的啊。對呀。湯講啊，油係特別頭嘅。用只是賣酒那沒有浸嘛，浸好像客家小炒這樣弄起來。哦，所以有一點客家小炒的概念。對。哦，韓國有變卵黃。卵黃哦，卵黃變幾粒也係半粒。半隻。做乜嘅變半隻？特別的飯粉叫幾隻嘅。哦，杭州的客製化就對了。係啊，這是都是客人教我們，不是我們自己很會。對啊，那個客人教我們自己去研究去弄出來的啦。哎呀，都是不是我們自己說完全都動不，不是客人他講一句，他講一句哦，我們是這樣結合學起來的。出題要咧卵黃油嘅粽啊，未有另外一種係卵黃韓國香菇噶。香菇誒，然後菜脯誒。香菇、菜脯、卵黃。哦，咪有控肉。有啦，嗰啲就有嘅啊，有控肉啦。控肉嘅啊，有卵黃嘅啦。全部是有啦，全部要用半打皮就可以吃噶。打天發本飯媽媽是錯咧，對不對？咁我從按用嘅米呀，我來包粽啊，要米而先脆狗，對不對？脆狗要用什麼樣的糯米有分嗎？因為又蔥誒嘛，有邊誒。我推用圓糯米，圓糯米它的那個 Q 型，那個比較 Q 啦，口感比較 Q。那長糯米它都比較散啦。對，然後蒸的時候一定要用木桶下去蒸，這樣才不會太濕。木桶會把所有的多餘的水汽都。多少人沒有在用木桶了？木桶就是反正。係麼？係啊，翻蒸。哇，真的是古董了耶！古董的，對。現在很少看到翻蒸的，對不對？你要青燒啦，而且你也講去飯團該還是有用該嘢啦，飯團。
走总二哈烧，对不对？韩国用那个番煎，它吃起来会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对，其实味道也不会很重，因为竹叶的味道也会把那个味道也都盖过。竹叶，对。吃粽子就主要还是要有那个竹叶的香气。有时候如果你那个米要更有那个竹叶香，我们在蒸的时候，在蒸的那个水下面就直接放竹叶的叶片，它蒸起来的水蒸气又会跑到米里面，跑到米那边，还会这样子。对，然后里面就会有更多的那个竹叶香。我讲咧看你有用卵翁啊，卵翁其实要做呀加工的东西的时间，要做一点调味跟处理，对不对？对。用半走呢？就我们都是选用那个红土做的鸭蛋，然后再一个一个打开，然后再用米酒下去洗那个蛋黄出来。只有蛋黄？对啊，蛋白怎么办？蛋白我们是留起来，也是蒸过之后，然后会加在我们的那个粽子里面，然后当盐巴来使用。哪一款粽子里面？当盐巴来用都会有。但是它后来它蒸过之后，它变成只有咸度，那蛋的味道其实就对，它蛋其实就比较蛋的味道比较没有，但是它有蛋的咸度跟一点点的蛋香。这样也没有浪费哎。对，因为也不知道要倒哪，就干脆蒸起来，就把它这倒到水槽里面，我们的那个饮水机是放下去，那个它都结血，那个都不会，那个水都流不出去啦。对，然后如果你拿去那个垃圾车丢的话，它回收它也汤水我不要，不可以给猪吃，因为它也太咸了。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干脆我们蒸起来，然后把它当成盐巴来用。对，然后就会多一点香气。好聪明哦！所以刚刚讲那个蛋黄，先把蛋白挑掉，然后只要用蛋黄。对，然后泡一点米酒，就用米酒把那个蛋白再洗一下，然后再下去蒸。蒸过，对，然后就再拿来包粽子。对，让它破半，然后包粽子。其实像做那个什么蛋黄酥的时候，也是要用米酒去腥，对不对？跟出手跟米稀就不会有了。对，没有那个操手的。啊，用包起来个粽的真好食。对，韩国刚才有讲到粽叶嘅米稀，因为我看人包粽的呀。有人用呛色的猪肉。对，你是白色的。白色的，你看淋麻酱吧，淋麻酱，人家做斗笠有没有？斗笠个淋麻酱小，个做。你嘛有呛色的？我没有呛色的啊，我个米粽用呛色的，板粽用个色的。所以还好腌呐，还好腌。因为它板粽的那个黄色叶子它比较硬，所以在剥板的时候它不会更好剥，对，更好剥，更不会黏。对啊，另外肉粽那个就比较薄。那这样味道会有差别吗？它可能会少了一点点竹叶的味道，干的味道，竹叶的味道比较少。对。你看哦，有按到某强用嘅事情，我同大家來分享哈。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分享5月節聽咗愛食嘅粽誒，剛剛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好呀，板粽用板做，還有米粽用板做，還有今日也有想到范媽媽還有家來嘅，還特別做嘅唔但搶呀客家粽嘅口味，還做嘅呀香菇卵黃，對不對？還有呀腰五卵黃，還有對不對？還有菜脯。還有菜脯，冇強用嘅口味，冇強用嘅口味。對，大家都很喜歡吃，韓國食過真係吃到嘅啊，肉中底都嘅控肉真係我本人哇，啜一下就落去，啜姐哇，好棒哦！真的很好吃，好好吃。不過剛才有講到好呀，客家嘅粽嘅地道前重要嘅靈魂是係呀菜脯，菜脯，對不對？菜脯係哪味來嘅菜脯？新疆啊，佢二姐就該曬菜脯。
哦，算是起价种起价赛，起价种起价赛。哦，了就到了喊的金鸡咧。哦，金鸡甲冬天冻雨雪。对啊，细跳，几下袂胖啦，个呀金鸡啊。系啊，金鸡哦，还有唔是小皮，唔是小皮，嘿，所以唔是小皮啦，吃起来会切，对不对？金鸡哦，俺妈妈咪又做啊，做菜不管。过年过年的时间做袂落去咧，叫伊冻甲放啦，冇冻甲放，冻甲胖的呀。对，佢说迄金鸡哦来做个菜脯，什么？哇呀，菜脯哦，拿来做啊，起价卤。挑白起价卤，挑白起价卤，那什么都晒。要拿到顶楼去晒。对，那是不是来请佛姨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挑白粥呀、卤配管用板粥？啊，因为我们家前几年都还有自己在晒那个萝卜，对，然后萝卜通常都是拿回来之后，跟舅舅拿回来之后就切一切，切一切之后再腌一些盐，薄盐。然后再压1个晚上，让它先跑出一些水分之后，再拿到我们家的顶楼下去晒。然后其实我们会拿到顶楼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灰尘啊、那个苍蝇、果蝇、蚊子什么都会比较少。哦，因为太高哎。对，因为高。对。然后晒大概通常要晒3天到4天左右。对，然后有时候你晒的时候，过程每天下午、晚上要收的时候。都还要再去搓一搓，破坏里面的纤维，那吃起来才不会。没有搓它不会软，不会好吃啊。对，然后再用石头压过，压了之后，它隔天早上会出一点水，然后会用那些水再把菜脯稍微洗一下，然后再继续晒。哇！像我做乜个安问吼，迄里面想靠起来的哇。表示讲起价真有啲个做，对，有在做，起价就爱做嘿。有起价有啲个做，就地凉拌做上好些。好些嘿，对不对？凉拌又香味啊。对，毕竟这是客家中的个灵魂呐，很重要，对不对？哎呀，该灵魂就该。刚才还有讲到人类就灵魂是系呀。叶包，叶包，我基本嘅场地吼，原来2种很冇共用嘅东西哦，冇共用啊，都系做嗰個葉包，唔講冇共用，冇，你係乜嘅做？乜嘅做個？個貴族咋吧？貴族係去包嘅，就該去倒抬落去咪緊抬落地下落，就有鹽。哦，你啲東西唔好好處理啦，佢要地下咧咪滾幾攤啦，咪滾幾啊，就攞開咧，然後就包。古時咧係貴族嘅葉包，係媽祖嘅葉包，你係媽祖嘅葉包。哦，韓國那個蛋糕有些咧毛毛，對不對？有點毛毛的，毛毛的，跟媽祖嘅。媽祖，那一般像您包粽呢，涼面冇共用，冇共用，包幾種兩邊上包。光滑的，对，光滑，对，哈，这个亮面用来包，很冇纹样的，对不对？很冇纹样的。然后因为亮面洗的时候，它会洗得比较干净，所以正常。然后外面因为它比较粗，这边有毛，有毛，对，但是会比较粗。你在包的时候，它有一点阻力，所以你可以包得非常紧。啊，如果你用亮面的话，它就会滑。那到底哪一面包比较好？那我的意思说，你如果亮面的在外面的话，因为你要出力它会滑，会滑掉，会滑很不好包。所以刚刚好包粽子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哎，对呀，出了在外面，小厨娘，出塞啊，还黑杯粥啦，哎呀，按钮。这个亮面向里面，对，然后刚好外面会造成有一点摩擦，对不对？摩擦它要挤比较好挤，比较好扎实就比较扎实比较好挤。古时候包粽的就是按钮先建起来，啊哈还有按钮，对，然后我就不会了，我只会到这里。古时候冲了的中压吧。在包之前，黑不黑先会先做处理，还要处理。对啊，要洗啊。对，这个桂竹叶它洗好
要给它捆起来，没有捆起来它会滚在一起啊。对，像你现在手放开，它会自己就会整个就卷起来。它会滚在一起，都要给它弄好，弄平，然后要绑起来，内折，对，摊平，另外一边也这样子，然后绑起来。洗也是要这样洗，没有这样洗，要一直捡起来呢。哦，真的？对呀。啊，这么麻烦？对，非常麻烦。姑嫂呀，一篇一篇全部就会。对，一定要洗。洗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为什么？它就会，因为它里面好像有很多毛，然后就会进到我们的毛细孔，然后整个都会很痒。然后前几年不知道，然后就整片都是一粒一粒的，然后晚上完全没办法睡觉。所以这算苦工哎，洗粽叶是苦工。对呀，光洗粽叶就要洗好几天，又不能不洗，一定要洗过，没有洗我们一定要一片一片走狗啦，就对客人也是不好的，那个。有良心呐，要有良心呐，不要说做的不是没有良心，口德不好也不好啦。好可爱，像这样子的粽叶啊，那个和宇有说你们有挑过，对不对？对，一定要用台湾的，因为台湾它其实有四季的变化，它有冬天跟夏天，所以它在某一段时间它就会那个韧性会比较好，所以包的时候比较不会破掉。对。然后台湾的也比较不会用落叶剂下去把叶子用下来，这样也比较健康。那如果是用其他国家的，它因为像东南亚那边就是都是夏天，所以它叶子会比较薄一点。然后你再包，因为我们包粽子都用蛮粗粒的，对，所以它就会爆掉。对，一定要选台湾的粽叶。对，那个因为呀，虽然係爆到兩倍，不過它係會。地度嘅東西，它還會洗啦，它會洗的呀，所以一定要去注重這個粽葉的來源，粽葉的來源，是大家吃平安，不要生病就好，很可愛。姑嫂，像頭哥呀，范媽媽，你係同一個媽媽，同一個阿婆，好，爆粽啊，這個是誰？現在阿婆都沒結交了。今天我現在還是感恩的阿婆說，她有叫我今天才會，今天才有這個拿出來給大家吃。等下，你有春本要給來哦，有來有，對不對？那和宇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同媽媽學習呀爆粽嘅嘅歌唱地圖，你有學到乜嘅？哦，學到，就。所有的我们家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累的，而且要花的时间都很长，从泡米、A 米到把米用干。可是还好我没有经过用那个 A 米是用圆的下去磨的，或者是要压。那叫什么？磨砂，对不对？然后我也没有经过，就是要用手压，用绳子绑。现在都是机器化了，就还比较轻松一点。对。那妈妈呢？范妈妈，你知道来也同意啊，哈，穷哈走呀的事情。我比较不会累啊，我比较轻松啊，也可以去公园走走啊。没有觉得很感动吗？感恩啊，儿子来帮忙。探公那个和宇有一句话是从妈妈这边学的。眼睛是小偷，对，母猪黑茶的，嘛个意思啊？我们出去看，不是说聊天而已啊，我们要给人家看人家怎样做啊，做出来我们回去做做看啊，这样就是小偷嘛。要偷学，我们是好的小偷。这个是好的小偷。我知道，我把它翻译一下：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好不好？看到好嘅，我老以好。对，要谢谢。按有很多木柱黑菜了，木柱黑菜的，好可爱哦。不過長安鄉吼，伫台北來做客家嘅粽啊，可能伫諾貝拜壇那個時節，可能冇東東英雄會賣，有沒有遇到這個困難的時候？沒，就頭做的時候，偷做些是不會哦，做了每有些它口感做了好，有些大家子，對，我都買定，5個，10個這樣啊。這樣就很好做了。一開始起初還是有遇到有困難的時候呀。所以像比如說，我們還是小攤販啊，在路邊，然後被警察趕啊。台北關很嚴。不過到底下有做網路的，對不對？做網路。對，做網路
主要现在都是网络嘛，一半一半。一半啦，我还会外面我会给这5、6日去卖啦。5、6日去卖，但是呀，请莫喊哦，也要请莫喊，因为有5月节嘞，对不5月对？节不少中国太讲5月节快乐哦！大家快乐！美西蒙范妈妈还有否义了都节目当中，谢谢。美西蒙田司机邀请观众朋友嘅速看哈。西蒙啊，看买。西蒙好，谢谢大家，休息下，看下来周运通了。